又有日本奶粉出事，不過今次同輻射冇關，而係有個別奶粉被驗出碘嘅含量過低，有可能影響 BB 嘅腦部發展。食物安全中心喺今年5月起抽查咗14隻俾0至6個月大 BB 飲用嘅奶粉，發現和光堂同心穎嘅初生嬰兒奶粉碘嘅含量唔夠。如果按建議飲用量餵俾 BB 攝取嘅碘就會低於世衛指標嘅1/3，有可能影響 BB 嘅甲狀腺功能，更加唔排除令 BB 嘅腦部發展受到影響。另外4款奶粉碘嘅含量亦都低過本港食物法典委員會嘅建議，包括係美素佳兒金裝、菲斯力嬰兒配方奶粉、斯敏兒初生嬰兒奶粉以及係明治嬰兒奶粉。和光堂同心穎嘅入口商願意停售同回收呢兩隻奶粉。食安中心亦都呼籲市民即刻停止俾 BB 飲用。當局估計呢兩隻奶粉嘅市場佔有率唔夠3%，即係受影響嘅 BB 大概有1000個。當局話而家仍然需要研究飲用呢兩款奶粉係咪會影響 BB 嘅健康。由於喺國際上對嬰兒配方奶粉裡面碘嘅含量，實際上對好多唔同嘅營養嘅含量呢，國際間呢其實都有唔同嘅要求嘅。咁我哋今次嘅發現係咪就係確實證明咗嬰兒健康係一定會影響到呢？其實仲需要進一步研究。佢哋又叫市民唔需要過分擔心，因為碘可以同時喺其他食物上攝取。如果你食奶粉嘅呢，呢個奶粉就變咗個碘嘅主要來源，但係並唔係唯一嘅來源，因為佢哋喺個媽媽嗰個子宮裏邊嘅時候呢，佢都會積存咗一定嘅碘嘅，因為媽媽嗰啲碘會過咗去嘅身體裏邊。同埋呢，其實我哋嘅水喉水裏邊都有碘嘅。不過世衛呢就見到其實個碘咁緊要，咁就所以訂立咗一個理想標準。我想強調呢嗰個理想標準，就算達唔到呢個理想標準呢，並唔一定會發生事幹嘅。而為咗釋除市民嘅疑慮，當局喺星期5開始安排咗10間指定嘅母嬰健康院，分別喺平日夜晚以及係週末嘅時間，為曾經飲用過有關奶粉嘅1至8個月大 BB 抽血進行甲狀腺檢驗。食物安全中心亦都表示，之後會全面抽查適合36個月大或以下嘅 BB 飲用嘅奶粉，預計可以喺今年底至明年初完成。ONTV 東方電視新聞台報道。